橫向並列5條編織帶，黐上皺紋膠紙去固定，提起單數嘅織帶，跟住擺落去1條編織帶，攞起雙數嘅織帶，再擺1條嘅織帶，重複再做。留意做好底部要靠向中央嘅位置，確定位置之後再用髮夾去固定。將4邊嘅織帶向內屈，做出壓痕。攞起單數嘅織帶，放落1條織帶，用尾夾固定，穿過另一邊，攞起雙數嘅織帶，跟住攞起單數嘅織帶，再用尾夾去固定，重複再做。跟住我哋就可以收邊並且固定。跟住我哋可以用一壓一挑嘅方法去做第4邊。將第4面突出嚟嘅織帶穿過第1邊，攞出1條織帶，壓喺突出嘅織帶上面，再收邊。